今日禮拜日，咁啊過嚟中山五路呢個捷登都會嘅飛揚電影城啊，咁啊睇嗰出即係美國大片奧德賽啊。暑假又係夏天，咁啊呢家周圍啲商場都係好多人啊，咁啊入嚟避暑啊最好啊！因為廣州真係好熱啊，唔知係咪人哋講嘅秋老虎啊？感覺呢家氣温又高，咁啊又乾燥。呢度就好多啲公寓啊，好多啲外國人好中意住呢度啊。呢度啲公寓又唔係好貴，大概都係300零400蚊一晚到啊。咁啊旺季又可能係500、600蚊啦。咁啊成7間8間公寓呢度。咁啊今日啊睇IMAX， 咁啊聽講啊呢部奧德賽你要睇 IMAX， 咁嗰個震撼效果先出嚟嘅。咁啊呢家全部都係訂好票過嚟呢度啲機呢度自助取票啊！睇下先，停車場。哇！呢度電影院飛揚電影院好大啊，6、7、8、3層，有成15、16個放映廳，滿100蚊免1個小時，滿200蚊免2個小時，最高免2個小時，即係開車嚟睇電影啊！俾張電影票我睇下，幾多錢張啊？喂？嚇？69蚊。嗱，呢啲69蚊一張係嘛？睇 IMAX。佢有寫㗎嘛？嚇？有冇啊？我70蚊啊，即係優惠咗嘅啦。嗱，拎住啊！如果唔係 IMAX 幾錢啊？35蚊。我都要50蚊，佢時間。70蚊，咁我哋一家人嚟睇出電影200幾蚊啦，好靚環境呢度，好舒服啊！哇，仲有好多位置喺度都未租出，一望出去就係北京路，呢邊係起義路啊！呢邊起義路嘅呢邊。今日係叫咩場啊？點影嚇？點影。我點影，佢真正首映係8月14號，今日係點影喎，算好多人睇㗎啦！呢場電影啊！朋友模式，輕鬆切換，不止更護眼，再放個大招。歡迎光臨 IMAX 影城，借助卓越的電影科技，為您提供身臨其境般的觀影體驗，帶您穿越現實，體驗令人超乎想象的世界。清晰的畫面，逼真的色彩，帶來一場視覺盛宴。獨具匠心的影院設計，讓您更貼近喜愛的電影。高大寬廣的銀幕，使您仿佛置身於場景之中。數字音效全方位環繞，從這裡都幾好睇嘅，都啲製作都幾大嘅製作啊！睇完電影，我就過嚟康王路陳家祠呢個
美食廣場啊，即係就係舊陣時嗰個雙喜煙廠個位置啊，依家好出名啊！呢度成個廣場都係以做食嘅為主啊。咁啊，我睇完電影過嚟呢度食呢個來了壽司啊。咁啊，呢度斟水啊，自助嘅。咁啊，5蚊一位，已經收咗茶位㗎啦。咁啊，哦，可樂冇添啊，想飲可樂。咁啊，檸檬茶，有檸檬茶。檸檬水啊！冇啊，可樂冇啊，冇啊，冇啊，佢寫住冇啊。你俾人倒，你揾啲水同茶。唔係有嗰啲咩雪碧嗰啲，係啊，冇可樂。呢個係榴蓮。熟嘅壽司，鵝肝係嘛？你嘅？呢個係焦頭鵝肝啊！你的，我幫你煎。大嚿嘅，皮個碟要皮。焦頭。18蚊一件，即係18蚊一件啦。係啊，我鰻魚一口飯。鰻魚一口飯呢隻，其實係五仔飯。咁啊，嗰啲鰻魚醬啊。牛。呢個乜嘢？牛肉啊。牛肉。火燒牛肉。火燒牛肉。相當於拆牛肉嗰啲一片咁咯。包嚿飯團咯啦，係嘛？包嚿飯團咯。大塊好多。七牛肉一蚊。19蚊和牛。你嗰度唔知燒咩咧？壽司咯。嚇？壽司。牛脷啊！哦，啲牛脷。19蚊到啊！一碟呢啲牛脷啊！蒜烤北極貝。係咯，即係有蒜香。基本上18蚊啦，呢個嚇，18蚊。好大片啊！北極貝又嚇，好大片喎，2片哦，我以為一片咁大，哇咁啊正啊，2片。呢度啲就係份量大啦。份量夠大呢度，北極貝榴蓮19蚊又係。係咯。咪即基本上都係18、19蚊啦。幾大塊就咁？2塊啊，定係一塊啊？哎呦，唔得啦！等於話係啦，去呢度啲係咁噶啦，一個飯加嚿菜上去啫。即係唔係黐得咁實。係啊，即係一團飯加啲煮熟嘅菜，調啲醬上去。咁樣又唔使話咁多地方你洗。19蚊又係呢個醬拔蚌刺身，好多人等位嘅。咁啊，所謂
新式嘅壽司啊，中式壽司啊，咁啊試一新啦。但係呢邊行啦係嘛？嗰度有冇廁所啊？有，永旺廁所有。啊，咁我哋咁啊呢隻即係中國式嘅壽司咧就麻麻地啊，因為食嘅時間等嘅時間太耐啦。咁啊搞新意思咯，試一試啦。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點讚，感謝大家嘅訂閱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